都是为了这个清气的空气甲中部人的健康，台中有2个市议员绝食抗议。因为台电重新来点到台中火力发电厂的2号机组，予台中市政府罚款2000万，引发着争议。2位台中市议员到中火来抗议，嘛为原本的静坐变做绝食，目前已经绝食超过24点钟了。马陆续有民众来甲因声援，讲无排除，嘛要对你绝食抗议。 民众提票议化靠好的抗议，因讲为了清气的空气甲中部人的健康，因要抗议到中火将2号机关起来为止。希望能够台电能够悬崖勒马，把这个2号机组的这个燃煤能够停下来。2个市议员为27半暝伫中火前静坐，到后来变成绝食抗议，因为天气真热，分强要分气，不过抗议决心无改变。打算绝食到什么时候？绝食到我倒下去。我们很多年轻人以后愿意站出来陪2位议员一起抗争到底。因为全台用电量创下新纪录，中火伫6月24重新启动2号机组，改用土炭发电。不过台中市政府进前已经撤销2号机组运转许可，第2稿依照空污法罚2000万，并且函送台电董事长杨伟虎。 即使我们依法行政函送负责人，或者是重罚2000万，我相信民进党中央还是会为所欲为。目前2号机组运转已经135点钟，台电表示讲，台中市政府的处分已经由环保署撤销，台电无要接受违法的处分。既然是违法的裁罚，金额多跟少，台电不能接受。台中市政府跟台电的政治角力还没有结束，而2名市议员的绝食抗议已经超过了24个小时，他们还能持续多久？没有人知道。以上是华视新闻黄主任李品欣，我们在台中火力发电厂的报道。